你是哪儿人呢？海淀蓝旗营的。啊，老家是干什么的？爹在西山看园子，娘是汉人，侍弄几亩水浇地，种些马蹄儿、茭白和莲藕，按季节交给大内河颐和园的膳房。也是吃皇粮的。哎，你出宫是谁准的？皇上给的御批。皇上没告诉内务府吗？没有。这宫女出宫不经内务府的批准，可是违背家法的呀。奴才知道，一个宫女出宫，没有御批的分量。可是，皇上把奴才叫了去，掰开揉碎了，跟奴才讲了王爷替君谢罪的沉重。奴才虽是个草民，可已是中国人，不能让一朝天子去丢中国人的面子。既然王爷重任在身，奴才就算冒犯了太后，又有什么？宫里头的冤魂还少吗？你不怕太后？这事儿要让她知道了，那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呀。人生一世，都是有地界的，该在哪儿就得安在哪儿。本来就是把小命儿托给别人的，还怕什么呀？说不定挣吧挣吧，还能弄出个样来呢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老婆爷命内务府捉拿玉儿回行辕，人已然到了。醇亲王住在哪儿？在庙里。走。张文志，奴才在。你快拿50两银子给玉儿，派人从后面把她送出去。王爷，这快去呀！奴才知道，您快走。卑职内务府贵心，卑职内务府宝印，叩见王爷。王爷，何事有劳前来？卑职奉太后老佛爷遗旨，前来例行家法。本王爷奉命出使，替君谢罪，先理国事，后论家规。王爷，这……二位不必为难，这私放逃奴、抗旨不遵，一切罪名都由我来承担。我会让二位有个交代。来人，在。笔墨伺候。这。王爷，等一等。二位大人，不必有劳王爷了。小女在此束手就擒。王爷，圣命在身，在下失礼了。带走，走走，带走，走走，走，带走，带走，走。王爷，快走！王爷，小女虽死无怨，只求王爷不负皇恩，别灭了中国人的志气。
李中堂，王爷请。请。卑职李鸿章迎接亲命头等全权特使。老中堂，老中堂，深悉交涉，还望指点。谢王爷抬举，卑职所愧，是不能与洋人平等啊！恐后世之人永远难泯呐。然国之尚存，民以渐安，虽死无恨。现联军统帅瓦德西已获知王爷受命出使，
已电告大德皇帝威廉二世，应允了，还望王爷能够早日成行啊！请。